你哋煮飯咧，肯定有陣時會俾辣親啦，唔係呢度紅就嗰度腫啦。咁今日阿蘇老師咧就教你3招快速處理嘅吓。第一，燙傷之後即刻攞凍水沖洗傷口15至20分鐘，唔好冰敷喎，費事凍傷喎，就凍水沖就得噶啦。咁第二點咧，就即刻搽啲蜂蜜或者啲蘆薈膠，然後咧攞紗布包住。第三，如果起水泡嘅話咧，就唔好整損佢喎。咁即刻去藥房買一隻抗菌消炎嘅藥膏，叫做經萬紅燙傷膏，咁就 OK 噶啦。咁啊搽落去，咁啊基本上冇乜大問題噶啦。咁辣親係好熱噶嘛，咁搽完呢個燙傷膏之後，即刻嗰個熱咧就即刻減輕咗好多噶啦。咁如果實在係好嚴重嘅，燙傷得面積又大啦又深啦，即刻去醫院，毫不猶豫。嘗試有用嘅，記得關注我喎。